如果大家收到最新嘅政府估價，覺得太高或者太低呢，唔需要擔心。今日我一步一步同你哋走一次呢個申訴流程。第一步就係打電話去 BC Assessment Office 嗰度，同佢哋講你嘅 concern 係乜嘢啦，點解你會覺得太高或者太低。咁佢哋會解釋俾你聽，其實佢嗰個政府估價係點樣計出嚟嘅呢？同埋亦都會提供俾你睇，我係用啲乜嘢嘅數據做一個比較嘅呢？傾完偈之後呢，如果覺得仍然覺得係唔係好啱喎，或者唔係好服氣呢，可以喺今年呢2月2號之前呢，就向 Property Assessment Review Panel， 我哋俗稱叫做 PARP 咧，去提交一個申訴嘅。PARP 咧會安排一個聽證嘅時間，並且會用書面咧去通知翻個結果俾你聽。如果你哋唔同意 PARP 嘅決定嘅話，又可以點做呢？仲可以進一步咧上訴去到 Property Assessment Appeal Board（PAAP） 喺4月30號前咧遞交。如果你哋咧想知道咧究竟係點樣去準備多啲嘅證據，或者點樣去比較估價同期嘅成交嘅話咧，歡迎大家聯絡我哋。記得 follow 我哋呢個 account， 我會繼續同你哋分享多啲樓盤實用嘅小知識。